Speak to me, my Lord Jesus. I need your words of life. Reveal to me, Holy Spirit. Teach me your ways of life. Touch my eyes so I can see. Lift my soul so I can sing again. Say the words so I can live again. Just by your words. Speak to me. Speak to me. I need your words of life. 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共读的是《生命记》第30章1到20节。生命记里可以说是摩西一生最后的讲道篇。这时候，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走了40年。摩西很清楚自己即将离开，百姓也即将进入应许之地。但很特别的是，摩西在这里并不是对一群已经很成熟、很稳定的人说话，相反地，他非常清楚知道，这群百姓将来一定会有跌倒、偏离，甚至被管教的时候。所以生命记30章不是在教人怎么表现得更好，而是在告诉人，当你失败了、走远了，神仍然为你预备了一条回转的路。换句话说，这段经文不只是给以色列人，而是给每一个知道自己并不完美，却仍然渴望被神带回来的人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一起来看这段经文中，神如何向我们发出一个温柔却非常清楚的邀请，回转归向他，并且选择生命。第一段，神早就知道你会失败，但他没有放弃你。咱做伙来读《申命記》第30章第1節到第10節。將來我所甲恁講的祝福甲咒詛發生佇恁的身上，恁佇上主恁的上帝甲恁流放去的列國中想起這個事。迄時，恁甲恁的子孫若專心專情歸向上主恁的上帝，照我今仔日的吩咐，遵趁伊一切的話，上主恁的上帝就會領領恁，互恁受掠的人倒轉來。伊會回心轉意，將伊甲恁四散佇列國的人自己帶轉來。恁若有人想趕著，就是佇天邊海角，上主恁的上帝嘛會甲恁自己對遐帶恁倒來。上主恁的上帝會帶恁承接恁的列祖佔領的地，好款待恁，互恁的人口加添，比恁的列祖較多。上主恁的上帝會潔淨恁甲恁後代的心，互恁一心一意聽上主恁的上帝，互恁佇這個地永遠徛起。上主恁的上帝會將這個咒詛降落佇恁的對敵甲怨恨你、困迫恁的人的身上。恁會閣聽趁上主的話，遵守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伊一切的誡命。恁若聽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話，遵守這個律法所記載的誡命甲規例，閣專心專情歸向上主恁的上帝，伊會互恁事事亨通，互恁所生的、真生的、土地出產的，充足有剩。因為上主會親像以前伊愛恁的列祖安尼，
好宽台令，速吼令。我们先来看第2节里面提到的一句话：如果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回心转意，归向上主你们的上帝。这里的回心转意不是一种模糊的情绪，也不是单纯觉得后悔。比较准确的意思是，人在现实的处境中被迫停下来，重新对照神曾经说过的话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人开始意识到，我现在所承受的结果跟我过去的选择有关。另一个关键字是归向。在圣经里，归向不是心里想一想，而是方向的改变。原本是照自己的意思走，现在愿意转回来，重新以神的话为标准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一句空泛的我以后会改，而是承认我走错方向了，我需要重新对齐神，就是英文里的 U-turn。 接下来第3节说了一句非常重要也很安慰人的话，他就怜悯你们，他要从放逐你们的地方领你们回来，使你们再享繁荣。这一句的重点其实是神转向了我们，不是因为人已经表现得很好了，而是当人愿意转向神，就会发现神早就准备好要把人带回来。最后我们来看第6节，就是这整段的核心。上主，你们的上帝要打开你们和你们子孙的心门，使你们一心一意地爱他，并且继续生活在那地方。这一节让我们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神不只是要求人回来，他要做的更是更新人的心。他知道人会一次又一次的偏离，不是因为不懂神的话，而是因为心里不愿意。所以神不只是说你要更努力，而是说我要亲自在你们心里面动工，使你们能够爱我。第2段，神的要求真的没那么难。咱继续读第11节到14节。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诫命，不是恁做袂到的，离恁嘛无远。不是伫天顶，恁唔免问，讲啥人会当为着咱去天顶，将这个假释带落来，互咱听见来实行。嘛不是伫海的迄边，恁唔免问，讲啥人会当为着咱过海，将这个假释带来，互咱听见来实行。这个诫命离恁真近，是伫恁的喙内，伫恁的心中，互恁会当实行。这段经文我觉得很像神在拆穿我们的借口。第11节说，我今天颁布给你们的诫命不难遵行，也离你们不远。我们很常有这些说法，例如等我准备好再说，我还不够属灵，晚一点再来顺服吧，等等之类的借口。但神在这里清楚地说，这诫命不难遵行，也离你们不远。摩西甚至用一种很夸张的说法，不用天上帮你拿下来，也不用渡海帮你带回来，因为这诫命不难遵行，也离你们不远。后面第14节又说，其实这诫命离你们不远，就在你们心里，就在你们口中，好让你们遵行。我常觉得这很像我们生活中的情况，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件事情想得很复杂，但其实神要的只是一个单纯的顺服。譬如该道歉的时候就道歉，该饶恕的时候学习原谅，该停止关系的时候愿意停下来。顺服不是等到我感觉对了，或者是已经够了解了才去遵行，而是在当我知道神的心意时，
愿不愿意就照着去做呢？第3段，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，只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而已。咱继续来读第15节到20节。著会记得，我今仔日将生息好好甲恁讲，互恁选择。我今仔日吩咐恁，着听上主恁的上帝，行伊的道路，守伊的诫命、规律、命令。上主恁的上帝就会互恁伫每日去占领的地久长徛起，人口加添，得到福气。恁若违背上主，阁毋顺坦，受引诱去敬拜服侍别个神明，我今仔日明明甲恁讲，恁一定会灭亡，袂当伫恁过约旦河要入去占领的地久长徛起。我今仔日叫天叫地来对恁作证，我将生甲死、灾祸甲福气排列伫恁的面前，着紧性命，恁甲恁的后代就会当继续生存。着听上主恁的上帝，听叹伊的话，忠心跟对伊，伊是恁的活命，恁着靠伊才会当继续生存。安尼，恁就通伫上主对恁的列祖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要赏赐因的地久长徛起。最后，我们来到这段经文最有力的一段。第15节说，今天我把生死祸福都摆在你们面前，让你们自己选择。摩西没有用抽象的语言，他说得非常清楚，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都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。神没有操控人，而是很清楚地把选择摆在我们面前。所以真正塑造生命的，其实是每天那些看起来很小、很日常的选择。再来第19节说，现在我呼唤天地来作证，把生命和死亡、祝福和咒诅摆在你们面前，选择生命吧，你们和你们的子孙就能存活。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很重要的事，神没有替我们做选择，但他也没有让人不选择，因为不选也是一种选择啊。在属灵生命里，根本是没有中立的，你不是在靠近神，就是在远离神。生活中也是一样，我们不主动经营关系，关系就会慢慢疏远。我们不刻意亲近神，心自然就会被别的东西吸引走。最后第20节，要爱上主你们的上帝，听从他，对他忠心，这样你们跟你们的子孙就能存活，长久生活在他应许给你们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土地上。这里面有几个关键字，第一个是爱，这里的爱不是感觉，而是关系的忠诚与委身。意思就是我选择把神放在生命的核心位置，不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他。再来是听从，听从在圣经里不只是听见而已，而是听了就照着去做。雅各书第1章22节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也就是说，我不再只问我喜不喜欢，我想不想做，而是问神怎么说，神要我怎么做。最后是对他忠心，这个词的意思是黏住了不放手，不是偶尔依靠，而是在不确定、害怕、软弱的时候，仍然选择抓住神。今天我们读了《申命记》第30章后，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。第一个，在我生命中有没有一个地方，其实我知道神正在等我回转，只是我一直拖着，
一直没有回应呢？第二，我是否曾经把不顺服包装成太难了，时机还没到，却其实只是没有勇气跨出那一步呢？第三，如果今天神把生命与死亡、祝福与咒诅摆在我面前，我能在哪一个具体的事情上回应神，并且选择生命呢？最后，我想用一段话作为今天的结束。神不会催促我们，也不会逼我们做决定，他只是站在我们面前，给我们清楚的方向，要选择生命。不是因为准备好了，而是因为神本身就是我们的生命，依靠他就能活得有盼望、有方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，因为在我们还会失败、会逃避的时候，你已经预备了一条回转的路。求你更新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不只是知道你的话，而是愿意在每天的选择中一步一步靠近你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选择生命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道路、真理与生命。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